各位觀眾大家好，我係郭偉成。洪檢基，今日咧又同基哥拍片講講時事話啦好啊。今年年底咧又到咗4年一度嘅立法會換屆選舉咯喎，基哥。咪會越嚟越熱鬧啦。係啦，但係今年咧有個好奇怪現象喎。咩現象？以往咧好多新聞咧臨近選舉就會爆出邊個積極考慮，但係咧今年咧就話邊個棄選喎，邊個積極不考慮？係啦，加呢個不字。截至2025年10月15號啦，已經有超過13名咧現任議員咧宣布不競選連任喎。有13個人唔競選，又即係唔再做下一屆嘅立法會咧。其實每一屆嘅立法會選舉之後咧，都有10幾廿個人即係就唔選，即係就係落選之類，即係要每一屆換10零20人咧係平常事啦。咁特別而家今屆90個議員咯，以前70啫喎。咁你又走咗10幾個，係咪好濕水啊？今屆咧就有一位就離開咗立法會，又冇補選啦，就得89個。OK，咁咧截至今日咧又有13位話即係已經係官方宣布，即係自己宣布話唔選啦。但係咧亦都有一啲係好大嘅風聲或者消息話佢冇得選喎。呢個13個只係暫時嘅數字，可能嚟緊遠超過13呢個數字喎，因為網上有啲消息話直情有1/3嘅大換血喎。係嗱，等個大換血咧有兩種方法，有兩種原因，一個咧就係自願換血，一個咧就係被自願換血，一個咧就係逼換血。咁所以呢幾種嘅原因咧，可能係我哋外人可能好難知道究竟係自願咧還是不自願咧。但可以估計下嘅，即係點解咁啱得咁巧，咁勇志話唔選咧？呢個係以前少見。咁我哋不妨咧睇下，即係宣布棄選嘅議員咧，佢哋嘅背景或者佢哋講嘅言論咧，即係分析一下啦，一啲原因啦。首先咧，啱啱都所講咧，有13位現任議員宣布棄選啦，當中咧竟然達到7位咧係70歲或以上嘅議員，不約而同咧都係宣布棄選啦。甚至最早期第一位宣布棄選嗰位梁君彥大主席咧，佢都係公開聲稱係年齡嘅因素而影響到佢唔會繼續連任，咁就會令坊間啦或者網上啦就會有一個猜測喎，過咗70歲以上咧係咪一條界線咧？係70歲以上就下屆冇得留低啦。其實70歲呢個界限喺邊度定出嚟咧？又係咪佢哋主觀覺得自己過咗70歲身體就大不如前啊，或者係健康因素影響咧？呢個可以分析一下。嗱，喺香港嘅法例咧就冇規定咧，即係選議員甚至選特首個年齡嘅。總之你係香港嘅永久居民啊，咁總之你咧係有人提名你，總之咧你係能夠係選舉嘅制度裏面咧係攞到最多票，咁你就當選嘅。咁冇年齡限制本身就係香港嘅法例或者係香港嘅價值觀嚟嘅。咁你而家突然間擺咗一個年齡落去，如果佢個人話我70歲，我覺得都差唔多啦。其實梁君彥又唔止70歲，係70幾嘅。咁跟住馬逢國又話自己70歲以上啦，所以都退。咁但係一開始就俾人嘅印象咧，70歲就係一個界線。但你唯一我要聽過70歲嘅就係內地嘅人大啊、政協啊，咁啊即係嗰啲嘅官員啊，就係以70作為一條線咧，即係過咗70歲咧就唔該即係準備退休啦，或者要退休啦咁。但你香港冇呢個政策，上面又冇公開講過我哋要跟呢個政策。咁但係如果你香港話要跟一個政策嘅話咧，就出現另一個問題，你呢度好多解釋嘅。點解要劃70咧？點解唔係65咧？點解又唔係80咧？而家香港人嘅壽命越嚟越長喎，平均年齡84歲喎，70歲都鬼精壯嘅喎。你睇下我哋大主席梁君彥幾鬼講嘢清清楚楚，規則幾清清楚楚，你做錯少少嘢佢都即刻話你，喂，你又唔掂啦咁。所以你點樣畫一條70歲嘅線咧？呢個喺香港呢個一國兩制之下咧，比較難定一啲嘢嘅。咁你睇翻以前咧，我哋都試過劃線啦，即係政治上面啦，幾多歲先可以做選民咧？幾多歲先可以選特首咧？咁有歲數㗎。譬如初選民以前係21歲，而家降到18歲，特首就要40歲以上。咁變咗有個年齡咧，當時有解釋嘅，要解釋埋點解21歲，點解要降18歲，都有一個所謂醫療嘅驗證啊。
即係而家個成熟度咧，以前係21歲先叫比較成熟嘅人，於是你可以做決定投邊個票。而家你發覺喂，啲人都好早熟㗎喎，同埋讀書啊，個個都有機會上堂啊，讀書起碼都中學畢業，咁變咗你18歲都得啦咁。咁如果你話70歲就唔得啦咁你要有個論述，點解70歲唔得咧？拜登啊，到特朗普啊，70幾歲仲係選總統喎。係啊，拜登就78歲當選美國總統啦。咁啊，啱啱所講啦，其實內地就有一個70歲嘅界線啦，香港其實就未有嘅，只不過咧可能係率先宣布不連任或者棄選嘅兩位重量級嘅議員咧，佢都係以年齡作為一個因素啦，可能就驅使咗後邊咧一啲都係70歲以上嘅議員，例如盧偉國啊、張宇人等等咧，都係出嚟講棄選，但係佢哋當中咧提及多一樣嘢嘅，佢哋就話希望咧就係傳俾下一代年輕啲有才能嘅人咧嚟接棒，甚至係提出咧希望議會年輕化，呢個係咪都係佢哋嘅其中一個主要因素之一咧？你期望個議會係點樣樣，或者議員點樣樣咧？就係每個人每個政黨都可以有唔同嘅。即係我希望議會年輕化，呢個好籠統。年輕化到咩年齡先叫年輕化咧？30歲、40歲、20歲，還是21歲？還是我哋一般講開一個議會，因為佢唔係執政，佢係議政，同埋俾好多意見啊，政府啊，即係掌握個社會面，了解個社會狀況喺議會裏面反映，能夠掌握唔同嘅社會嘅階層，甚至年齡層嘅睇法嘅話咧，個議會應該又反映翻呢個社會嗰個層次喎。即係話我哋成個社會由出世到講得唔好聽，大吉利是走啦咁你可能由0歲到我香港譬如平均年齡係84歲啦，咁你人到84歲，咁要呢個議會裏面反映啲咁多不同年齡嘅層次嘅人嘅一啲嘅狀態啊諗法咧，咁係咪個議會都應該係多元化，年齡上嘅多元化，即係老中青都要有咧？咁呢個議會係咪反映個社會嘅時候就會比較健康啲咧？咁就咁話年輕化，又講唔到年輕化，年輕到幾多歲以下？咁呢個就太籠統啦。不過我就會覺得，一般咧政治上角度咧，議會反映社會嘅話咧，議會應該係多元嘅，應該係老中青嘅。特別咧，啱啱基哥所講咧，其實香港面對老齡化嘅影響啦，加上少子化影響啦，個人口老化嘅問題咧越嚟越嚴重，去到未來咧，可能真係3個香港人裏邊咧有1個已經係長者啦。同埋有個狀態咧，就依家年紀大嘅60幾歲、70幾歲咧，真係仲好精靈。咁所以因為香港嗰個醫療啊咩都好啦，即係食啊社會嘅健康啊，點樣自己搞好自己嘅身體健康啊，都比以前好得好多。咁所以70幾歲特別政治上面，唔係你台台擔擔啊嘛，你係用你個經驗啊，用你嘅履歷啊，用你嘅知識啊，用你個學問去反映喺議會上面咧，去反映或者推動某啲嘅政策。呢個年紀大未必一定差嘅，但係我都覺得全部年紀大又唔啱，全部年紀輕都唔啱。所以咧，以70歲劃線一刀切踢走啲70歲以上嘅議員咧，其實都未必完全係好事喎。特別啱啱所講，未來香港人口咧超過1/3都係長者嚟嘅喎。你要代表到嗰個長者群體，你都要係有相應嘅履歷啦、相應嘅經驗啦。可能嗰班長者嘅市民都話：哇，全部都係僆仔嚟嘅喎！喺啲議會，可唔可以真係反映到我哋嘅問題咧？呢個都係社會或者議會需要需要考慮一樣嘢啦。咁其實除咗70歲以上嘅界線之外咧，其實嗰13位棄選嘅議員咧，當中都有啲係唔係70歲以上啦，相對年輕嘅都有喎。咁其實相對咧睇翻個名單咧，有一位叫張欣宇啦。佢就36歲啫喎，好年輕喎。同埋一個叫林素慧，都係37歲，都係好年輕。咁反映其實年齡嘅界線咧，唔係今次棄選嘅唯一標準喎。即係唔同人，我覺得應該有唔同原因嘅，就好難話一個原因就劃死晒所有人都因為呢個原因棄選啊。咁當然佢哋兩個又有咩原因係唔選咧？首先張宇咧，咁當然佢自己講咧就係家庭原因啦。林素慧就係希望想做翻社工啦。同埋有一個咧相對有爭議咧，就係江玉歡議員咧。雖然咧佢就冇官方話棄選，但係咧佢今日咧都有啲暗示啦，即係佢一直以嚟都有啲暗示咧，就話即係後會有期啊之類啦，就話今日仲派埋啲西餅俾啲傳媒，俾人戲稱係散水餅啦。而張宇同江玉歡咧都有一個共通點喎，就係相對喺議會度咧都係發表比較多一啲批評政策上嘅一啲嘅意見嘅，即係俾人一個印象咧係敢言直率嘅形象嘅。
今次都係好大機會都係冇得留低。咁一般嘅理解咧，即係議會有個平台啦，一個俾你發言嘅地方啦，同埋係個喇叭筒嚟嘅。即係你喺議會裏面講一樣嘢，同你自己個人冇身份嘅講一樣嘢咧，議會嘅譬如議員咧，一定大聲好多啦。咁即係如果呢兩位咧，甚至唔止兩位添啊，即係平時都係對社會時事有啲嘅針對性嘅評論啊，甚至一啲係積極嘅推動建議啊咁。如果呢個係佢嘅工作嘅目的，理想，甚至想借呢個作為一個工具去改善某一啲嘢嘅話咧，唔應該棄選喎。冇錯喎，其實議員就係代議士啦，負責係將市民嘅意見、市民嘅聲音咧反映俾政府聽。當然係透過立法會呢個渠道啦，亦都有好多唔同嘅渠道，佢哋嘅聲音咧就更加大啲啦。而今次啱啱都可以講多個就狄志遠都係棄選啦，咁其實佢就係代表新思維啦。其實呢三位咧都係啱啱所講相對敢言嘅議員，而下屆咧好大機會冇得留低嘅情況下咧，對社會又有啲咩影響咧？其實呢個都係議會甚至係政府需要值得考慮嘅喎。既然係呢幾位係今屆裏邊喺社會上又好，政府上眼中又好最敢言嘅形象喎，而下屆冇得玩喎，咁係咪有啲暗示又好，有啲反射又好啦？係咪政府需要考慮下呢樣嘢咧？一定係會俾人哋嘅印象嘅，就話你係多言啊、敢言啊、不同意見啊，甚至你喺一啲政策出嚟之後，你又好快脆就企咗出嚟提一啲反對嘅聲音，提一啲新嘅建議。咁如果呢樣嘢嘅議員特別唔止一個，咪係幾個都唔得嘅話咧，你好容易俾到個信息俾香港市民，甚至國際間覺得，即係未來咧香港嘅立法會呢個議會啊，最高層次嘅議會咧，係唔容納一啲多元嘅聲音，唔容納一啲不同嘅聲音，甚至唔容納啲你都已經界定咗佢係愛國者，而你多聲音咧都唔得。呢個信息咧就會好容易咧係被建立起嚟，所以我就覺得，當然我哋唔知咩原因，而家佢哋唔做啦。咁但係個咁嘅信息，我覺得係已經出咗嚟嘅。另外咧係其實呢一個係對社會影響啦，但係再另一個咧就係對議會嘅影響。即係當佢哋見到自己嘅前同事啦，叫做哇，原來講呢啲嘢會冇得玩喎，冇得留低喎。會唔會有一個自我嘅審查咧？自我嘅限制咧？日後新一屆議會見到一啲政策有其他嘅意見，有其他角度嘅時候，講之前要停一停，諗一諗喎。講完會唔會好似前車可鑑啊嘛？會唔會又係冇得留低咧？呢個真係好害怕，下一屆議會會有咁嘅現象。其實對整個香港對全體市民嚟講係一個嘅損失嚟。咁當然，如果講到損失咧，就一定要講下呢啲準備退選。或者我哋估計佢都會退選，或者唔知咩原因係退選嘅咧，佢對佢自己或者佢背後嘅政黨嘅影響。咁因為你睇到有啲數字咧，係影響比較大嘅。譬如話屬於 A4 呢個政治群嘅咧，有2個宣佈咗啦，自由黨有2個，經民聯咧有3個，新民黨就未宣佈，不過咧就係媒體間咧就已經講到似層係事實咁樣咧。譬如葉劉啊、黎棟國啦，都過咗70啦，都應該冇乜機會啦。咁2個，咁所以你睇每一個政黨裏面咧，有2-3個都唔能夠繼續去選連任嘅。咁呢對呢啲黨影響好大，可能有一個有影響力嘅黨，有相當數目議員嘅政黨咧，突然間喺下一屆變成小黨，甚至係冇議員嘅黨。可能又未必嘅，因為佢哋自己唔玩啫，可能佢哋會推翻自己嘅年輕一代去上翻去嗰個議會度，選到就係啦。可能係前提係選到嘅話，如果選唔到咧，就好似基哥所講啦，特別係新民黨裏邊2位重量級嘅人馬，如果冇得選嘅話咧，真係對個政黨係好大嘅影響喎。由幾個議席變到係得翻1個或者2個議席，佢影響力已經大減啦嚇。對政黨嚟講有咁嘅影響啦，咁對議會嚟講又有咩啟示咧？係咪未來會換啲年輕啲嘅人入去啊？定係好似有啲真係有啲消息咁講，換啲中資背景嘅人士入去咧？呢個即係我哋都得個消息可以聽嘅啫喎。呢個我覺得就唔適宜而家咁快脆，即係估你一定係換呢啲，又一定換嗰啲啦。咁即係所以成個議會一定係咁噶啦咁樣。咁呢個就係發覺係而家就太早嘅，有啲可能係即係好容易估計錯誤。你到時睇晒啲報名嗰時就容易講啦。咁我仲有一個原因就可能頭先我哋講嗰啲人物都係一啲外來嘅因素啦，即係年齡啊、你敢言啊，或者你啲政黨做得唔好啊佢哋。
咁但係有冇啲個人嘅因素嘅咧？譬如話特別有啲人覺得，喂呢一屆嘅議會多咗好多規則喎，一定要到一啲咩大會啊、小會啊，就係你唔到咧，你要請假啊，有呢樣嗰樣，總之好多規則啦。係即係多到我都記唔到啦。咁啊，好似仲慘過做中學生。係。即係大佬，我假假地都係議員啦，仲係全香港最大嘅即係議會議員。我假假地都係啲咩大機構嘅 CEO 啦，或者我假假地都係大老細啦。假假地我都係某一個行業專業裏面有身份地位啦。哇！翻到嚟呢度，好冇癮喎。係又要俾啲傳媒審查住啦。係。仲有一樣驚喎，陣間有啲官又話你軟對抗啊，陣間又話你有冇講啲嘢踩紅線啊？咁每一樣嘢我自己出嚟講之前，我都先睇下，喂有冇踩紅線咧？有冇軟對抗咧？哇！咁分分鐘一啲批評都係軟對抗嚟嘅，咁我乜嘢唔講啦？哇！乜嘢唔講我又其實我做議員就想講嘢啊嘛，因為議乜語啦係咪？所以唔好玩。其實做議員都係好難做㗎喎，議員不易做，所以咧即係不排除咧日後嗰個棄選名單咧，就除咗係年長嘅啦，除咗係敢言嘅啦，可能仲有一班咧係覺得冇癮嘅。唔繼續玩啦啊！咁你講開呢個咧，我又會覺得係有啲政黨嗰個管理力比較強嘅。譬如你問我自由黨啊、經民聯嗰啲，即係個黨管住啲議員、立法會議員咧，係能夠管，但係唔係管得好死，甚至管唔到添。咁但係有啲黨係管得到嘅喎，譬如民建聯啊、工聯會啊嗰啲，可能佢哋都有要換人都唔定嘅喎。不過而家佢又唔會出嚟講，又唔會公開講，甚至佢自己內部做好咗之後先至講，睇下邊啲唔選，邊啲選。所以你問我係現任嘅議員自己話唔選嘅咧，你兩個大黨即係民建聯、工聯會都未出聲。咁啊，我哋今日咧就分析咗一啲即係議員棄選嘅現象啦，一啲原因啦。咁以上都係基於佢哋嘅背景，甚至佢哋嘅言論咧啲分析啦。其實對一個議會咧，特別係香港係一國兩制、港人治港有基本法。基本法咧就講咗個議會基本上個發展係點樣嘅，好明顯基本法寫出嚟咧，你睇45條啊，係多元嘅、普及選舉嘅，係個議會裏面係代表不同聲音嘅，甚至代表不同嘅群組嘅市民嘅。咁如果要發展到一個咁嘅議會咧，個議會如果你仲話有個愛國即係者治港個條件嘅話咧，冇乜得作反㗎。你反到去邊咧？反極為唔同意見咯。但係唔同意見，你就一個緊箍咒就落去，就係軟對抗。咁呢個咧，其實我覺得你針對議會，甚至大家都知道咧，有事件出現過啦。喺議會上面有議員講啲特別啲嘅説話，就係俾人就話你你令我諗起黑暴啊。咁呢啲哇，真係我覺得，如果要朝基本法所講嘅議會發展嘅話咧，我哋期望將來嘅下一屆嘅議會咧，能夠係開明嘅、開放多啲嘅，有不同聲音嘅。無論你對民生嘅問題、對經濟嘅問題、對議會制度嘅發展嘅問題，甚至對政治問題，唔同意見唔係作奸犯科，唔同意見都可以好有建設性。因為我覺得社會政策任何嘅政策咧，你啱晒啊，都唔會100%全部香港人咧都會認同你嘅。咁唔同你嘅意見嘅人，佢又唔係作反喎，只係唔同意見。我哋要去東面咁，你直接向東走啦，還是我先向西然後再去東啦？先向南去再去東咧，結果都係去到東。所以唔好話我去東就要向東，你走向西然後再去東咧就唔得啦，你啊軟對抗啦，你又走去南又去東嘅，又係軟對抗。其實大家目的一樣啫嘛，唔好因為大家個過程有唔同意見咧，而出現咗一個所謂嘅軟對抗啊、紅線啊，要令到啲特別係議員議會咧係自我審查。咁我哋今集嚟到呢度啦，我哋下條片再見，拜拜。